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 3G 時代。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。Hello， 我係 Lydia， 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。本澳咧仍然懸掛8號風球嘅，而家咧就替我同大家講下今日8月4號天氣先啦。今日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相對濕度67%至86%之間，氣溫介乎攝氏16至19度，吹清新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及有疾風。今日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16至58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嘅。預測聽日空氣質量指數，路邊監測站及高密度住宅區係10至35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；一般性監測站係15至35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嘅。我哋話咧，聽日咧密雲有驟雨及雷暴，睇睇衛星雲圖啊。預料位於華南沿岸熱帶氣旋將影響本港天氣。跟住睇未來嘅天氣預測先，預測聽日密雲有驟雨，雨勢有時龐大及帶有雷暴嘅，氣溫介乎攝氏24至18度，吹清新至清勁，有時疾勁東至東北風，有陣風後轉吹南至東南風。星期四咧多雲有驟雨，初時雨勢有時頗大，氣溫介乎攝氏25至18度。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都係多雲，短暫時間有陽光，間中有驟雨，氣溫介乎攝氏25至30度。跟住睇下中國各地城市天氣啊。北京咧有雷暴，24至31度；上海咧有驟雨，26至31度；台北多雲，28至34度；廈門有驟雨，27至32度；而廣州咧有雷暴，29至35度。而在亞洲各大城市方面，東京咧有24至17度，首爾多雲23至30度，馬尼拉咧有雨25至30度，曼谷有雷暴27至34度，新加坡咧天晴25至33度，而雅加達咧多雲25至32度。跟住再睇下歐美各大城市天氣啊。好啦，今日天氣報道完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